老板，请你给我看一下，这是我又攒了1个月的凭证卖的钱。我去了几家小卖部买东西，他们都说我这是假的，请你给我看一下。阿姨，不要着急，我帮你看一下。阿姨，这张钱没有问题，可能是因为旧了一点，他们不想要，我给你换一张。这个拿着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谢谢老板。不用谢，阿姨，赶紧拿着买东西去吧。好。哎，老板，这钱明明就是假的呀，你怎么还换给他了呢？就让这个钱在我这里终止了。刚刚那位阿姨也是挺不容易的，我们走吧。其實每次見你我也着迷，無奈你我各有各